是真的很有味道，蛮有味道的，有感动我。赵老师，所以请欣赏。哎，那刚刚唐豆，CC3唐豆四会老师讲，几乎是超完美。总欣赏吼，传统仙人总欣赏啊。我亏得了。两位主持人好，哎，谢欣赏哦。哎呦哟。 老年到里台，老年跳下来，哎呀，伊来到安尼流行歌曲组的波比正八岁。来介绍一下目前的 V 面炸哈。哦，V 面6关来了，欢迎！哇哦，哇，今天好帅哦！他今天有备而来，真的，他每一次都有备而来，轻油抽影，可是今天很帅，他眼神今天特别帅，有 Cuba 古巴的感觉，有那个古巴爵士乐手这种干嘛？哦，有那个哎感觉哈，复古风，复古风。是。哎呀，来，哎，比赛之前的介绍的评审欣赏，好，来，欢迎亚嘎秀欣赏，启士斌欣赏，摄影欣赏，王皮书欣赏。哎，好啦，CP 欣赏介绍太多，嘿嘿，马上啊都油腔 TV 宽有轻油黑子嘞，有黑子，丑了给别人，刚刚大家在嗨，他就很端庄，有没有？哦，是空姐的样子坐因为还不熟了，哎，熟了以后就。 哇，真的哈，就驼背坐在那里，就放开了呢。哎，TVB 迄类似台东师，哇哦，以陈贤带来改变茶。好嘞，唐快啦。花葉代表愛嘅心意，記風掉有童話嘅新聞你，希望本你的愛嘅女性，掉錯。 用爱留下你。师母欣赏。哎呦，来自台东嘅掌声么耶！长得好甜哦，陈贤，哇，你客家人吗？嘿，你客家人哦，台东人。 哦，台东嘅客家人，爸爸妈媽呀，阿公阿婆當做嫁公係婷婷。哦，媽媽嘅片，係媽媽嘅片。哦，所以你從細有接觸到客家話？其實冇，其實我係高中嘅時節剛開始學。哦，真的啊？
高中学啊，你去甲游心去学的哦。嘿，就错。因为有种心咯，想要学客因家。为迄个时节找好乐的家庭，爱唔会讲学。那就讲，如果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就是有客家血统不会说客家话，有一百除非莫提。哦，还有这种意识啊。现在很多这种家庭啊，像我客家人，太太唔係客家人，結果講出嚟生意咧就唔會講客，就變啊呢，當到像帶苗栗斯啊，客家莊咩當到啊呢？爸爸媽媽咩頓生意全部講過你啊。充電不卡有給反境給發啦，就會講。所以阿婆、阿公、太太，佢會講嘅幾率就較有機會，將來就係。係啊。從細因比阿公阿婆土的嘛。對呀。所以我跟那董有心呢。係啊。哇，你好偉大哦！你哦。就找阿婆媽媽這樣一起學客語。對，而且是高中才開始學。嘿，唔但像迄有心，其實有心都去參加朗讀比賽。哦，朗讀比賽。那時候高中有一個高中退休的主任，然後他就是在傳承客家語，所以我就是跟他學，然後那時候就有去比賽朗讀客家朗讀。朗讀比賽。記得那時候就是整篇都寫那個注音。用注音拼湊。對啊，用可以試的啦。以後英文的時間沒樣用。哦，係啊。不管後媽姨，都是從自己比較熟的那一種。對，那不過很有心呐，很棒很棒，年輕人。很會講。係啊，上咗來接觸客家，語言呀歌曲嗰啲同學。來到客家電視台參加比賽，係冇。我衝點係衝過。衝過就要唐平生先生。衝起嚟嚟。嘉修老師有請。陳賢哦，因為親有心啦，親有心就可以學這個客家話嘛，哈。那首歌是世慧老師寫的哈。還是跟我講倆輕快的歌，很夾的歌哦。你唱歌的時候，你要吸口氣要吸得滿滿的，給黏。然後呢，出氣的時候要分配好。啊，剛剛也是吸口氣完了，第一個字就把氣差不多吐掉了，然後後面就沒有氣了。所以唐人是輕磨新型的感覺。韓版唱過。佢太長啲唔強，然後佢混較勤啲出過嚟，唔是講一擺，吸氣完了以後一擺就一次要用完哈，所以就得大爽，問題就變到都迷落去，變到個人家做冇清準嘅，每一個高音都不是很準。那剛剛也是勁衝冇膽的，有點覺得好像心虛的，越唱越說，清大爽，尤其最後有一個地方。留言兩嗓音這個地方，它前面它是一個頓完了以後要在它整拍上面，因為你沒有力氣了，所以唱的時候就某個感覺講結束嘅感覺，沒有一個結語的感覺哈。還是唔怕，我感覺講你就參加個朗讀比賽嘛哈，韓版嘅唱歌個哈，過了比賽還繼續再保持下去，唔忘記聽嘛哈。我嘅意思是講，你在繼續唱歌的時候，你要注意第一個你的吸氣、呼氣跟每個字的分配、抬聲嗓。還有呢，就是你要把整個的歌詞用朗讀的方式來給念過，你這樣底那一會抬嗓，那一會細嗓，用那種上下起伏表達嘅感情，讓我出來。哦，所以給朋友們聽懂吼，你到唱國家一定要注意兩點。所以你唱國家，你要底下數個重點出來，你要那個表現出來，好，好，加油哦，哈。第一次嚟。第一排從電視台。之前冇參加過其他的嗎？那時候是學校的高一的時候參加那個歌唱比賽。哦，歌唱比賽我不會哦。推動辦嘅客家唱歌嘅。哦，佢有推動縣政府。哦，縣政府。有得到乜個獎狀嘛？嚇？今年做得講。做得啦。第幾名？那你檢查就好了。那個世界第一名。第一名哦。哎呦。所以才增加。你為什麼講得很心虛？所以才增加當時我要繼續學行業的信息。那天只有你一個人比賽啊？冇啦，我不比賽冇空用天師台，又看到羅時豐本人，看到巨星在這邊。沒有四位老師坐在那一邊。演唱還抽了個片木當當的看的。有被緊張。對哈。來，看一下你的分數來哈。看下以呈現嘅分數。哎呦。
茶呢，哎呀，还有不两米形容我们来做问他多一些好，希望你可以留下来，好不好？好，谢谢。安子生，谢谢，谢谢。好，来，我再休息哈。啊，好端庄，他真的很端庄哎。对哈。看不出了高中生。是。你现在是高中生吗？也还台后嘞。大学毕业很久了。哦，真的啊。对，就是很对，就是很端庄、很稳定了。对啊，可能在外面呢，在家里就没有。在家都是外八的。好，杀好了呀。杀了，嘿，顾秋婷带来后的阿爸。来，看看啦。总系为只一个家庭，汗流满额，日晒也到天明，拖拖帮帮一家人，无论大小都爱靠近，有欠背调，唔爱怨天怪骗人。各位朋友，先生好。哎，秋婷姐，主持人好。哦，哎，今日我想要唱一条歌的啦。系董雄阳爸爸啦。啊，爸爸冇在。哦，半年前的时间是过去的。哦，半年前。哦。爸爸当好，恁当好。对外都当香的，对外都当香啊哈。对成人全部当好。然后佢咪当肉好，爱破。身教。对，所以我让我哋爸爸让我哋成人的感情当好啊。然后我爸爸都亲戚朋友面挑天啊哈，还有隔壁邻舍全部讲佢係只好人。好人，係佢以前都模範父親啊。模範父親，對，不簡單。係啊，所以佢應當好啊。那個模範父親要人家推薦呢，要里長啦、村長推薦，嘿，真的，你有當過嗎？
我妈妈有，模范母亲，就里长推荐嘛，对呀，啊，就是反正就也找不到人了，随便。哪有呢？大家都有阿爸阿妹啊，跟听说就是邻里间口耳相传，就会讲你妹亲后啊，对不卡你妹亲舅。运动红，哇，动火会将因啊，然后嘛走志工啊，哈，有人都土生因啊。哦，亲祖也土生因的啦。我啦，去对人都动火啦，动香那对。哇，那在你们乡下的地方应该是德高望重的一个。对啊，错，德高望重错。台港因子。就講啊，爸爸已經當好，然後佢學校做志工呀，啲學生啊，杏林果凍啊，嗰個杏林果都會叫古爺爺，古爺爺，古爺爺去世的時間都會進來燒香。哦，真的哦，哇，那很感人呢。對啊，所以我哋講到爸爸就會被我師公給對眼這眼睛後，感覺得出來。其實我覺得，不認識的又不是親朋好友哈，都會去上香這樣。都會很給古爺爺。因為知道學校做志工嘛。對，親溫暖嘅人就出嚟。有沒有想要跟爸爸說什麼？希望人家講係下輩有緣分哈，我還不能做我爸爸的模樣。應該換你照顧他了吧？很幾週年拉一張床，我你照顧佢。哦，也做得啦，做得嘛，可以交換一下。交換一下哈，衝出嚟。好，請師弟先生。係。好，先生好。嘿，秋婷姐姐好。哦，今日創有首歌，真係創到當同入心，嚇當感通人心。就像剛剛講到阿爸嘛，窮陽嘛哈，就剛剛講到爸爸是模範父親。今年我爸爸也是模範父親，82歲啊，恭喜恭喜！真嘅就係講，唐人首歌曲啊，啲安尼鋪陳地背啊。我知道一團一團的，就像講，就我特別我當記得記法，就係家修老師一直會講嘅，就係唱歌唱講法，一件事情啊，金單槍老參水咋講，我知道佢咩人就評審講，我一直記得也記法，我知道佢比做到嘅事情，就當晚面嘅事情，就係一件事情，一句一句嘅慢慢的唱，就係講，如果要什麼建議的話，就係因為後背兩團的副歌，有陣時可能接到腔下冇唱安尼完整的一首歌曲嘅時間，兩團的鋪陳的時間，你可能要較注意到嘅樂團本嘅鋪陳。樣板講，因為佢會天數老亞嘅鋪陳嘅部分來加重，也係樣板來說明，亞嘅部分呢，可能你還要有更多的經驗跟安尼樂團嘅部分來做一個配合，安尼反而就唔會彈到2擺就平平，2擺嘅東西彈起來都聽一團嘅時間，嗰種感情，程度感覺沒有被加成，反而只是交代過去。這樣會有點可惜，因為人家嘅故事講起來，安尼唱起來呀，本身真正有一種故事嘅畫面呢，唔過用把它給堆成，在後面的部分會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所以呢，可能行喺度會可能唱老先生嘅也條樂團嘅本嚟音樂嘅幕都彈幾下邊哈，又錄起來啦，都彈幾下邊，上台比賽嘅時間，趁着這個樂團給你的加成的部分，再把它加上去，安尼發就會兩團有冇同樣嘅表情，有高級完美。哦，好 ，OK， 安子先，蕭先生，蕭先生，這樣我發卡到，其實秋婷，你唱得清楚，不過你就太過投入到後半你是有一點失控，你自己有感覺嗎？有一點失控。還有嘿，對他後面唱到有一點失控了，就像之前我評一個唱掌中音，唱到忘詞，你就會跳頭音唄。他進到那裡面去出不來，所以拍子一定就掉拍嘛，很正常。因為我自己唱過那2首歌，太感動了，所以你情緒進去你就出不來，你就太 over 了。哈，還有一個優缺點哈，我希望你那怪歌哈，人家啲試唱剛好是糖豆誒，因為冇做冇安意講動力，你的口水，從頭到尾就會安樣，啊，不過唔講法唔會哦，所以你要練習，剛剛思慧老師講啊，唱講法用誒，你專業哈，很順，一句一句啊，愛嘅，看唔到歌詞，愛嘅阿爸，愛嘅阿爸，冇，你太過美化。
爱给阿爸，你的口水就会出来了。就很口语，爱给阿爸，没有爱给阿爸。你的口水会黏黏的。你去给做一堂哦，从头到尾都是那个口水声。你去给看按用去改编。好，你讲话个就唔会很顺，就是没有口水声。好，一点。希望加油。好，谢谢，谢谢。好，来看一下大家分数。好，看一下古球婷嘅分数。哇，这个94.5分呢，分数同高呢，有2比欣赏分24分呢，新欣赏，厉害。哦，你细细的细的缺点，对，经营下就好了。好，加油，好，会做休息哈，好，等一下搞不好有机会哦。有机会哦，对啊，罗浩源又来了，他好紧张，他都6关了，真的哦。好来杀好了亚比，杀了嘿，罗志祥带来韩国，来弹啊。这一次真的很有味道，有感动我。赵老师，所以请欣赏。我刚刚谈到CC上谈到四位老师讲，几乎是超完美。哎呦。唱到翻白眼，唱更高音就要翻白眼，就我自己贴，对，没有自己的赖贴，可以跟到了制作单位要，这个好姐姐好，谁也莫太了，情感面很足哦。对哦，其唱歌的跟充满歌的有感情。对呀，这首歌，哎呀，找得很适合你。真的，不错不错，给你一个赞。还是你因为这首歌，所以你用这种感觉去诠释。嘿哦，嘿哦，哦，厉害呢。就后面有一点。稍微对，有一些阿桑哎，气不够，你不是有跳舞的人？有，对哦，哎呀，表示讲勇气跟部分含州的加油一下，加油啊！不过情感啊，吃肉。这一次真的很有味道，很有味道，有感动我。我本来在台下
如果你们唱的时候，我都在看手机。闭目养神。罗哥眼睛有张开。我刚刚一直盯着你看呢。真的。对呀。想说我们罗家小女孩长大了。对呀。厉害。这个是怎样？小牛啊，小牛。只要有罗的都要放个牛的声音这样子。你要开舞蹈教室啊？对啊，我想。就不是，就是想要去外面教舞蹈。跳舞啊？对，教跳舞。哦，那你现在有打工吗？有啊。有啊，加油站95-100加码。加油站跟跳舞也差太多了。对呀。就是因为刚好在家附近。哦。对。钱多事少离家近那样。对。加油站没清辛苦呢。哎呦，那加油站有碰到什么事情吗？就是遇到一些比较怪的同事。同事？对，同事。哦，就是他们会跑过来搭讪。啊？我说，那个金发，那个最近来应征那个金发妹是不是有来这样？哦，想要把你是吧？啊，真的？这样不好吗？对呀，表示你很有人缘啊。哦，你有男朋友？被男朋友骂。哦，你会被男朋友骂哦？别人问又不是你去那个。你不要跟你男朋友讲就好了。对啊。我现在讲出来就真的不行。对，男朋友会看的。好啦，冲的来唱蛇形上，肖老师蛇形欣赏。欣赏好。以后我刚刚谈到，CC 上谈到社会老师讲，几乎是超完美，真嘅。然后咧讲嘢嘅几乎优点哈，优点先谈一下。感情，亲好，听伊老师啦 TV 听到老师清楚，好。第三，你的气音我很喜欢，不是那个丢掉那个气音哈，声音的那个气，不是 baby。再来一个尬意，请讲。好，美中不足都那几个的哈。好，你们有灌破柴嘛？灌破茶，那灌破柴嘛？你都米荒，它整个都塌下去了，你现在干不干嘛？丹田的那个，还有一个走音走掉了。嘛，不然你到那边，搞不好我给你25分呢。我会冲的嘞啊！一个程咬金就出来，对啊，突然跌倒了，冲，可能25分了。加油！茶谢谢。哇，真的好可惜。我还蛮期待看你的分数的。对啊，来看一下。看一下篓子新嘅分数。好。哇哦！今天怎么搞的？大家都那么厉害。95分呢？嘿，差1分。对啊，刚好95加满。对啊，95加好加满。对。哇，今天真的。但是我觉得他今天这首真的诠释了清后很酸清后，还有问感通动。下一次选歌真的很重要，你要选一些这种可以自己表现很好。从 K 戏嘅歌嘅，阿戏有酒，好冇？做得冇？做得。加油！加油！好嘞，加好加滿。哇，95分啊！哎呦，老演的比嘅進來見人錯嘅嘛。對，越來越危險。真的。來殺下來呀 B。殺落去李彥鵬帶來，攏來咧。來，睇下。心思莫想起，我做嘅心情莫提起，海边冲浪，天涯来，海水洗唱，心痛心。浪来嘞，浪来嘞，琵琶曲曲变出去。
出去，浪来嘞，浪来嘞，北上浪淡向前冲，浪来嘞，浪来嘞，上也下也莫见踪，浪来嘞，浪来嘞，天云高雾秋神仙。多謝大家。煙鳳動強爽哦。對啊，真嘅。你真嘅冇壓力呢？因為一條歌曲啊，跟住喺演出門現場3個台還有3個同嘅歌嘛。跟住我這張專輯剛發行的時候，我同嚴老師開始有個 KVA，就是一個拍 MV 的計劃，跟住有同嚴老師有比較密切的交流。跟住同佢講，哇，一條歌曲我非常好，因為嚴老師就規劃去重龍嘛，禮拜可以免暑就給去那邊重龍。佢同佢說，哇，一條歌曲讓我有一種很輕鬆的感覺，就歌曲唔管聽乜嘅嚴肅嘅事情都做得做起噶，氣氛嘅事情，有冇咁壓力。但是你咁樣唱，真的就是感覺上就是很輕鬆。係真的，同金錢嘅心情冇共用誒。你沒講哦，你肢體輕鬆也是，你整個狀態都很輕鬆。狀態都鬆了。係啊。原來嗰個整件看到95分就冇壓力了。沒有我的事情了，還有不是衛冕者。哦，是因為這樣不緊張啦。其實沒有，咩係一條歌曲個數其實啦，有準備，係咪上擺有講嘛？因為我嘅準備辦起嚟啦，我係前2年辦起嚟，嗰時起碼就做得心情當中嘅壓力咪冇安排咧。啊，加上咁樣做得總得嗰種喺重浪嘅感覺，沒有啦，上衣啦，上衣下面還好，要搭配，不能穿海灘褲，下面太寬了。對啊，好，冇事情，通過穿着，自己 Q 自己結束。這唱得很好啊，親厚啊，對呀，哦，我們覺得啦，但是我們不算數，藝術欣賞詞咯，係。嚴鳳你好哈，大家都聽你唱兩條歌曲啊，心情全部都輕鬆嘞。我可了解構思嘅世界，我就想說，哇，這個浪來的這麼多，因為我也知道嚴老師有在衝浪，那這個浪來的這麼多，嚴鳳會怎麼樣來詮釋跟表現？所以我剛才一直有談工，他有沒有做什麼層次，做什麼事情？其實到第2頁的時候，他會有一些加尾音啊，或是一些飄的東西，我覺得還不錯。就是你有用功法給了解，浪來嘞，浪來嘞，或是你會講浪來嘞，浪來嘞，就是你有加一個尾音，那一點小巧思就覺得哇。好像還有一點亮點，就覺得很可愛。可是，我要講嘅係一隻詞，就是新鮮，神仙呐，神仙。兩個詞係2聲往上嘛。對，我會覺得你有一些字就會很容易會在句尾的時候就聽到兩片，有點怪，就卡在這裡，就會覺得那個字又給是接堂有點不乾淨。因為到底是你想要讓它有一點停在這裡，還是你想要讓它走？那神仙、神仙，因為它是2聲的字，結果我就會覺得最明顯，就是你到底是想要讓它飄掉、虛掉，還是你要讓它走，還是你是卡在這裡，就是會覺得不夠乾淨。如果真的要講什麼小問題的話，其他的地方我感覺都好。大家欣賞。好，謝謝。好，對，歡迎下給個分數啦。歡迎下李嚴鳳嘅分數。對，我剛是講，為什麼今天大家都唱得這麼好？都唱得清楚哈，全部都唱得很厲害哈。很有後啊，表示良性競爭嘛，係冇？真的好。嚴鳳哈，你現在你藏不住你嘴角的笑，不是，有點控制一下你的顏面好不好？同希望校園格格不入，你就有機會了。見體經係董建總，真的好，那你剛剛要拖拍一下你。沒有，我還是同你講加油，你得趕快畢業。那你就故意唱差一點啊，你就是沒，因為你現在搞一個95.5，你這樣子叫他怎麼辦？沒，因為我冇從後嘅話，我就是也是。像前幾次我真的唱得很爛，回去我是真的沒有爛啊，是很沒心呐。主要就是因為我整件4條歌度，嗰時前幾個禮拜我唱嘅佢冇歡喜嘅，其實佢係壓力過大，佢想要團
已經講係冇上得來，冇上得來啦。對，我做唔得啦。係啊，我想講要有運動加精神。係啊係啊，這樣會見到競賽。係啊，多謝加油了，加油了。好，哎呀，好，繼續保持下去。好，我們把壓力留給羅浩源，好不好？好來，殺來這位羅浩源。誒，羅浩源帶來歸來。來談啦。舒適嘅地方，時間長條公共，經過啊一道秋冬，台北以後總會念家鄉。情嘅安不呀，向下去叫他擦，你的流帕有時寒呀國家。愛嘅路未窮。交給風風，又來到愛舒適嘅地方，思念長條公共，經過啊一道秋冬，台北以後總會念家鄉。情嘅安不呀，向下去叫他擦，你的流帕有時寒呀國家，你的流帕有時寒呀國家，呀國家。哎呦，这首歌好听的，后堂啊，这首歌对啊，你们唱到今后啊？对呀，唱到哦，还唱到翻白眼，苏轼啊，苏轼很硬币有没有？他控制他的音高，音高啊，高音他就比这样子，他唱高更高音就要翻白眼。就贴图了，就我自己贴图。对，因为我自己的赖贴，可以跟闹热制作单位要哈。为什么会唱歌会唱到那种翻白眼哦？奇怪。你自己有感受到吗？回去看回放的时候有。我唱高音本来就做得用眼目注意带啊。啊，真的带高音啊，对啊，真的哦，难怪费玉清他都这样看上面。真的呀，真的呀。真情像草原广阔。还是上面有他朋友有可能。对啊，没有他怕那个灯掉下来，再闪这样。对。哎呦，我先两条狗。因为我嘅家婆嘅有
卡伫迄万满，古时候我看到呀 MV 嘅时节，我就动感通啊。亲有这种感情就出来。有那种回味家乡的感觉。里边一个歌词有写到说，就是台北待久了，其实还是真的会怀念这个老家的感觉。因为我家婆伫迄我差不多要过中嘅时节，就去天童嘞。或者说就是老人家不在了，所以年轻人大概就不会过年就不会聚在一起。对，就听大颂。大颂，对。古种爱用我会用亚述狗 Q 来让我自己的回忆能够把画面都把它填得更丰富。唱的来唱，嘉修老师。实在讲，基本唱我亲好吼，你到迄个纽约百老汇的感觉吼，规气氛嘛，会亲好。我是想总是要讲点缺点呐，因为讲，那么我是很想给25分的人啊。我感觉是讲，你啊基本唱歌虽然暗后，但是还是有点需要加强的地方。可是噶一开始我就在抓哈，用来到亚述是个地方，那个缝呢，因为那个字其实它是一个往上行的，就是差不多2声的感觉，它应该是 re mi 的感觉。我就听没有尾音。我就想先扣他分数了。他到第2遍，原来他是留下来的，因为他到第2遍的时候做一个花腔转过去。我还是干不空，你调嘎，你还是可以稍微滑一下，因为后面有滑，你做了轻法嘛，给调整给还在做讲法嘅房是讲T房，本來T房做硬倉嘛，我已經從T房做模特去真奇怪，不過我所以感覺講。替大上嘅所在，一定要扣你分数的地方是，可能点睛嘅安补亚，对，到脚踏踩这个地方，就是接下来讲句 Q 哈起脚踏踩脚踏车这个地方，我感觉是讲两位所在吼，它是应该要很放的，对你来讲200、100。就较熟的位，我感觉讲，也是T100是周的，不过T100你还抹周到，因为这个句子跟你的留拍那个地方，它是2个是对应的，就要突然强起来，然后第一句强，让大家感觉讲蛮强了，已经很强了，可是后面还要再强，对不对？因为概念上是按会嘛，你盖设下来，我还感觉说第2句你还是不够。因为你必须要把它撑到某一个位置，然后砰就掉下来。你说这种属于的这种jazz 的东西，它应该就是要有这样的，它那个伸缩的感觉，它要做的很顺，但是很大的落差，你抹周到。所以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不是讲你抹周到，你周到抹拉了。来讲我说，T100大致上应该把第2次的那个落差摆在第1次，然后第2次呢要把它全部放开来，然后一架给它飙下来，然后再接下来这样做最后那个你的留拍那个拍的地方，我觉得你可能整首歌做的T抹拉后的所在是最后的留拍的拍，那个拍那个字就做的不够漂亮，因为你要去接后面的。当然啊，你要要求有点太狗了哈，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唱，而且算是一个很特殊的，你要唱到完美几乎是很难的。不过今天从头到尾，从整个感觉就是，你就是要做一个完美表现，那我们就完美表现往下扣的感觉，这样好不好？很好了，很好了，但是还是有加油的空间啊！赶紧！鸡蛋里挑你一点苦，对吗？还有爱漳州的青浦啊！对呀，好，那现在就要见真章的时刻了。好，抢烟佛，好的，又会2滴，好，还有，大家看一下哟。好，看做的继续卫冕嘛，哈，看下来看落下演嘅分数。比赛今年允许当中央，允许实力加上允许实力体育，允许体育，你还允许的问题吗？你还魔术？魔音整体上。动术啊。动术。动术唔得。敷衍点点熊嘛。
看了看罗浩演嘅分数。哇，给到25。小心伤，麦克风拿远是对的，没有吵到老师。真的。其实他唱都有一任，我真的没有缺点可以挑了，讲真嘅，嘿。哇，太棒了，谢谢。98分，天哪！没关系，我们先让他了。对他，你看第7次了嘛，第7关了，还有3关。毕业，格毕业。3关以后你就恭哈，恭喜浩爷，连续避免7礼拜。恭喜罗浩爷！来压了段的传统组的保 V 正8岁，接着 V 面炸了，哎 V 面2关的用归来，虽然的。恭喜啊！你们基础做的保持下去啦。还有8关就到了。8关。专业嘅时间。对啊！要比赛哈，来介绍下呢镇台之宝啊。好。CV 啊，那个真的镇台。金牌的评审欣赏。对，好来。李秋华欣赏。苍永欣赏。恰体贵欣赏。林占一欣赏。好了，欣赏介绍的，我麻烦 CV 欣赏了哈。麻烦喽。好来，给你有请 TV 啊。TV，哎呦，花莲的朋友，上礼拜留下来嘛，对，上礼拜重复讲述嘛，对吧？哈，来，有请 TV。TV 係一天叫帶來3個字。來，彈啦。真的，今日前望的体育职场啊，对呀，系啊哈，体育场无压力啊，较无压力啊，系啊，床头就轻松嘞，除了嗰邊動物水咪做得啊，床頭做得做咧，冇啦，我參加都帶，平常時我也有孫的嘛吼，有嘿，平常時我孫的，之前你孫的5年，生孫的5年咧，之前。細家土都20頭挨土，暗布頭都夾爸夾妹土安尼。啊，那個孫咧就親愛打個籃球啊，籃球。你多歲？3歲到7歲噶，都親會投籃哦。真的哦。對。投得到那麼厲害？對啊。厲害，真的。籃筐按過去3歲嘅。冇幾個矮嘅聲音嚟教。聲音嚟教。對。厲害了，然後送去 NBA 培訓了。hem夾子家喊都喺幼稚園轉落去嘅，都hem做一件貨。你冇丟卡咗阿公阿婆都去陪。我記得
真有活力啊！你抬起吼哦，声音唔会忝啊。对袂亮下，你就忝的，对呀。电放不完很用诶。对呀。我脾气练啊，人家变成篮球国手啊。系啊。同你跟阿姨组队斗牛这样。讲真啊，特别要脾声也打过，声也特别是董浩打篮球嘛。哦，真的哦。系啊，脾气是，这电有冇？哦，一直上篮。哎呦，头发就不爱用了。这肉诶，做唔得。肉嘞，你遛狗就好了。对对对。吐到鼻吹气就好了，系嘛？看那用下就忝。对，没有呀，对呀。好啦，要先放弃啦，脾声音的，看起声音的安尼状态，安尼就辛苦。对，嘿，好，安尼状态来。像评审欣赏，秋夏欣赏。好嘞，麻烦。天桥子哈，其實講野韻腳創得真好啦，哦，咬字方面哈也有請注意，還有文學方面也有注意，你要注意講，你平板啊、三個字啊、四個八節啊，你同你要注意哈，咁你也要注意。某一些人是創作雜誌就文學，啊，不過你有感覺你後背可能你頭前韻氣方面哈，容易嘅哈，啊表演腳嘅時間，你做咗韻腳，但是你氣講你就韻腳那麼清楚，所以你到聽一句到第四句，你後背韻腳嘅時感覺你聲音就多少辣辣，嚇，數音方面又比較較不足地位嚇，就比較較緊張，所以唱歌嚟講不用強順，像你阿鳳啦啊。吉娜，然後按聊天笑眯眯啊，你就做得不用強鬆，不用強鬆咧，聲音表出來是冇強壯啊，就冇壓痕啦。哦，盡量不用強鬆，我一拿到千號會獎，我拿到太獎金，你就會強鬆，希望係能夠過關，繼續加油。好，就這樣。還是點都冇上，我拿睇馬獎。馬家都唔是上啊，越上我越緊張。會真緊吼，個得失心會見到緊重。係。好啦，來看一下嘅分數。好，看一下一天橋嘅分數。嚟。係喎，2號喲，一天呢，算有高分吧？哦，有3組的，哦。天速做咗留下來，留下來應該冇問題。好，安住先，容易。睇下，做休息下。好嚟，撒下來。撒落去陳一梅帶來平板。來糖啦嚇。我怎么会忘记？捶心肝呐！哦，一条还暗用。对呀。下台一鞠躬。哎呀，做来啦！怎么会这样？放空做嘛？你这鸟啊，奇怪用人嘿啊！对啊，跳不会冲的哈。跳很冲的吼吼，敷衍给他用，他眼神看向一个方向就蒙词。我对了。
本体的。哎，比赛经验允许当重要。允许莫实力加上允许。实力一天那个体验嘛，对嘛？吼，你冇个实力，你较冲动样的，较好冇好啊，对嘛？吼，系冇。哦，实力体验，允许体验。你系允许的问题吗？你系魔术？啊，魔音整体上。动术啊。动术唔对。忽然间唔得上麦。奇怪。正经系哦。心有挂碍。哎呦嘿哦，用嘞！你干嘛？你是掉？我经常讲，心里上灯会拿灯啊用。哎呀，你就上灯啊，上落会拿灯啊用，有可能，哎呀，这事情，哎呀，哎呀，你有跌得钱呢，嘛个嘛？係啊，我最印象家講嘅跑馬度嘅時候講，啊有一擺我同我姊嗬去個淡水老街逛街咧，行下腳動樣，我只個女伴嘅按摩一下，我講好。用啥子落去俾按摩？結果我腰包掛在那個腰包掛了2萬多塊，我都講我表給面紅人看得到，大部分人拿走去啊，就落喺個枕頭下去啊，枕頭下按好嘢人就轉，轉到去轉到台北淡水，轉到台北去嘅已經。10點人，10點人，我講一下轉去嘅1點人鐘哦，哦，伊去到人都關門嘅，而且佢按布甲當拄好，又撥風采，又落大水，哎呦，好愛緊張都當緊張，嚇，好彩我記下冷靜啊，佢都打電話本嘅淡水嘅分局嘅警察嚟就。後來打電話讓我知講，唔至少你做得安心稅務咧，人家錢我簽到咧嚇，要有證件，用唔做得安心稅務少做當去拿，等於就當監車嘅個警察，按太北風落水啊，給他一錢，當感恩他。哇，警察真的是什麼事情都要做。你聽你就是我來的私人茶。我就買2杯嘅咖啡，去到去感謝。哎，你2萬多塊，你2杯咖啡就把人家打發，你好歹一份早餐吧。妹。幾多件冇着警察的衣服呢？穿那個便服。哦，我有跟他拍一張照了。哦，係哦，純正就照嘅，係啊。po 在 FB 裡。真的，你很見可能見不了事啦，係冇，可能見監車見，事都唔記得咧。見撞到一下，唔該，係咪？同佢跑馬吧，放空。好啦，請唐公平，然後請高中欣賞。因為手指見尾創嘅平板，其實大家上染啦，嗬染色，牛絲、潤全部都做了清好。雖然佢家下有唔記得事，不過佢係咧繼續創題，嘅精神係咧相當係做得鼓勵嘅素材啦，嗬。一般嘢像安尼情形嘅時節，佢都唔可以創嘅，就下台就好嘅嗬。誒，就企到但是主要嘅嗬，嘅像安尼突然間團天人昂神嘅咧嗬，嗌到劇團頭擺嗬，咩有排練嘅時節，嘅正式彩排嘅時節，突然間要嗌當好。當重要嘅角色嘅演員，揾到佢講話時間，佢點啊，全部嘅人見看佢，唔記得，結果佢然後講落去，如果眼樣我唔記得。你台當下你知道你彩排啦，這個是彩排啊，總彩。跟後彩咩彩排？係啊，真是演出嘅時間。係，跟很多。突然嘅昂神，一下昂神第一，喺講團天啊，嗬，一要啦，一要可能唱認真啦，一要可能一下突然間唔知想乜嘅東西嘅時節，會安尼啦，嗬，唔過比賽做安尼咪嗬，冇法度嘅事情咯，係，一要可能咧唱過於認真啦，嗬，唱過於嘅安尼，加油啦，嗬，反正唱開。大家都做啲 canteen 係咪哈？好啦，做完你，加油加油！謝謝。有場子練唱熟。
没歪呢，真的哦，懂丢脸哦。不会，不会啦，其实唔会啦，嘿啦。不过真的，看分数啦，蛮更小的啦。来看一下分数啦。对啊，陈彦伟嘅分数。谢谢老师啊。也算肯定嘅。肯定嘅，一般应该88。88分。懵死啊。係啊，懵死嘅花。係啊。所以還有都90分算做得啦。但是除非講會不會還有其他嘅懵字？你都保有嘅懵字。冇法用啦，冇法用啦。本記就過來了就好咧啦，係嘛嗬。阿伯10個做準。係啊，按唔會創作唔得賣懵睇的，好嘛？好，安子先，好，先真非常錯，好，殺下來。殺來係總水鄉帶來羅山歌。來彈下啦。阿娘娘，小時候有學書法，從細到大學書法係嘛？幾樣事得到當到獎啊？大楷小楷攏有。然後呢，大陸。這個特別嘅獎狀用嘅啦。係買來嘅嘛。神流，父母心难，阿娘娘。沉默，拥有恩情。切莫留，非为啊双阳心呐。做情吼，香港永远请你好哦。哦，小时候有学书法，从小到大学书法係嘛？直接拿到比赛奖狀。係啊，拿青島獎狀啊，拿幾啊拜。夏思清獎嘅意思。佢都準備好些。白板，你嘅客家白板哦，自己清吹歌。條下講你拿上來才在裡面貼啦。製作單位萬一得做得冇。來下一下。不如下一下哦，來。用兩下，因為吼毛筆私下來講吼，板書應該也不差啦，係嘛吼？來，先從而扣西哦。你做得下，腦捏倒裏腿，同哪倆？嘿，好，做得嘛？倒裏腿，嘿。數會準哦。哦。下司啊，下司比你衝過還緊重。係啊。腦。哎呦，衝。我操，有這種感覺哦，應該是那個演什麼的楷書。哎呦，不錯哦，來。
哎呦，有哦，哎，加个笔法，正经迄书法嘅嗰種寫法吼。兩隻腿嘿。好來，好來，然後呢大腿。我加個特別嘅薑蔥一樣嘅拿。去買落講叫冇下，講叫冇下咧吼。哎，我這時間係咩去練書法呢？好來，好，拜託。好來，同我拿一下。然後呢大腿。來，同我拿一下。哎呀，為什麼他這種音樂？你是在寫草書啊？嗯？哎，有哦，有哦，有哦。好。你拿兩支哦。哎，你有買冇掌聲哦？有冇意思啊？你寫的這樣還要人家給你掌聲？永清講啊，不差吧？不錯啦，嘿。不差吧？不是真的，一點較髒啦。嘿啊，一筆一畫，慢慢的畫，慢慢的下。老毛筆冇強用啦。我們師法的老師冇強用啦。是，但很厲害啊。挺厲害啊，可是水雄記挺厲害啊，下來聽講。幾樣是在都當都講啊？大楷小楷攏有。哦。作文那種。作文哦。對啊。哦，基本時間拉長，他一般長就是寫作文。羅哥寫，羅哥你來寫，係冇？那少年。其他的下課呢？不是你們已經寫那麼漂亮就算了。沒有，吃到羅哥詩清章呢。我還好啦。你有一些話唔夠給他詩清章。來，又唱，來，同拿麥克風。來，音樂請下哦，羅哥。哎，有蠻像，給他平靜一點的音樂好不好？有沒有心經之類的？他。那我寫到門。他那我寫到門吶，小時不讀書，長大做主持。哎，有獎呢！哎呦，強摸一下老矮視察的那一片。好啦，有獎冇？哎，本睇下看一下。哎，請獎啊！做得啦，不做得啦，嘿。來，我真是下時間比啊，還好。懂演啊，我真是下面黑啊。哦，真的哈。懂演哦。關於真的來教一下。好啊，做得啦。拿毛筆的，大概來寫一下。等我們改教育文化節目的時候，好啊，做得啦。好，從色來唱，提貴欣賞。好，麻煩。好，水陽子佢咪帶來一個落山歌哈。參與我家唐人一出上場嘅時間，我有感覺到一件上一啲書。做得講，伊有磁性的一種聲音質啦，嗬。你今日歸屬嘅創意也算做得講一平順，也做得講一平順。但係也有一隻嘅思考嚟同講，養育，一個養育恩情嘅育師啊，一般認為養育變育啊，老育冇重要。在老師方面，小可較注重一些一隻老師。其他來講，歸屬人上。做得講創到一平順，也要好，繼續加油嚇！哦，是冇先生。來，看一下幾個分數。看一下總水雄嘅分數。好。分數要做比上班有較高分。真的哈，有進步咧。是冇先生嘅至高啊。咩比佢較多分啊？哎，你唔知，我個講咧，叫咧。越講越感覺。係啊，好嘞，殺下來哈。殺落去順風組帶落去平板。當然。你
风烛记哈，哎，俺们今天节来哟，一个称呼啦，对啦，萝卜没称呼啦，不要介意啊，我好介意。80几岁看到我们，应该叫我罗大哥，罗大哥哦。对，你不会脚软吗？尊称啊，你不会我头晕。哎呦，哦，哎，今年多少？做讲嘛？你猜呢？看起来应该是刚退休2年。是郎谁？退休了哈。是郎啊。是郎退休吗？买糖酱饮了。哎，退休应该就60郎岁了。对了，60多了。对啊。你65呀？看不出来。哦，真的看，真的看不出来呢。今后啊。我到了真的，他们说50郎岁了。运动的关系吧。我运动，你是做什么运动？床上运动。床上瑜伽。对啊，像我老婆现在每天都要在床上做一些。猜对了，猜对了。真的。真的呀。有差呢。有差哈。有差，那身材线条真的会比较好一点。哦。有差。有吗？有。佢講要查就要查啦，啱啲。反正都運通嘛。哎，運通好。對啊。身體健康。哎，嚟長體嚟，來。向平時欣賞，讚意欣賞。好。啊，看到風主正經哈，哎，風流發色哈，哎，好生健哈。啊，運通講正經。好，台灣風主創咧哈，啊你啊平板咧，最重要嘅你基本要到健壯。好，下鹽加無вод，唔係清вод，啊個銜接加要冇哈，鹽啊會漂哈。嚟鹽家嗬，吃先唔辣啦，唔辣啲嘢又成鹽做嘅我有個漂嗰種嘅感覺嚇，所以喺依邊喺要一機會嚇，繼續嚟講，希望嗬多注意一點嚇，多運動。係。運動身體就會健康。係，還有多衝過咩就輕過嘅運動。係。好了，看一下哪個分數啦？看一下沈風主嘅分數。50分，哎，冇問題咧啊！呢個分數哈，做得留下來，好，恭喜，按住先，什麼？風主記，好嚟，沙下嚟，沙落係你嘅避免炸用歸蘭帶來羅山歌，嚟彈下啦。上片满山崖，怕流。
持人。哎呦，归兰机两十三不很长哦，一直好。今日真很强了。系啊，好上哦。用安尼吼。哎，70岁呢，老人家哦，哎用看有人无错。今日个化妆师臀巴都真的。化妆师。系咪？八种八的奖。什么化妆师？真的有拉好，唔敢错个当红的时间。哎呦，好像选美皇后跟我讲。哦，乍看，哎呦，用安讲哎，仔细看啊，算了这样。还是不要太仔细。对。周马前线哦，那我给会不会又要损他？没有，他很有爱心。哎呀，有爱心。一直在做志工。尤其长照志工哈。对，我们是都据点关怀据点做志工哈，啊，要出去访问那个老人家，嘿，我就会。我接送出去访问啦，我滴滴的状况啊，对，我滴滴的状况。一开始有那种喜悦会发，我打嘛个天巴有冇？因为我哋就一个据点吼，像我据点吼有32啊，32吼也公所我本来就名单，嘿，所以我哋就会一个一个全部会去访问。哦，迄公所本也名单。哦，公所基础的单位可能是公所啦，可以申请。但是因为前两日的拍一个广告哈，也是这个为长照给长照单位的。哦，找你好适合哦。做长照，哪里的某做长照哦，关怀据点。对，我们是关怀据点，有公餐，没有共餐。哦。有供应餐点本给的，没穷哈斯的啦。冇穷哈斯，以前有穷哈斯，但是那个疫情了后就冇穷哈斯。哦，同记得送饭保安用。对，没，叫着带偏东下边来。哦。啊，大吹不卡斯。哦。但是就是讲，也我家有喜悦会发，喜悦长照会发，你说的大一的天八。好。1966哈。1966，你就大一。大一就会有一顿安排。哦，会有罗时丰的声音帮你转接吗？好像目前没有，目前没有，有我的广告。哦，1966，应该有喜悦发是对，而且这个长照哦，听说就是你现在去照顾人家，他会折抵哦。哦，有点数就抽了嘛，哎，你开始捞的时间，那个喜欢你照顾会发，你越有爱心，点数越高，然后人家来照顾你就不用付钱。哦，真的哦。对，哎，有没有亲后啊？而且这个钱是国家来付，变成善的循环。对，一个善的循环。比如说你60岁，很懂钱啊，跟用办的，哎，你做一照顾人，哎，照顾人，人家有钱哦粮哦，有钱哦粮哎，那个长照的薪水他还不错，蛮不错的。有吗？我没有哎，我是真的是做志工啦，纯粹志工啦。有啲爱志工。头先你讲的俩吼，其实我是感觉一个感想，因为我哋那个据点我住本老人家生我住的11年啦，11年嘞哦，11年啦，嘿。哎，我没经常讲啊，很白老的时间，有年人还是做还是对啊，做得很久嘞，也放心，也按台湾个长照吼，做得动吼，高龄化社会嘛，是，所以他开始讲，真的有喜悦会发吼，就做打1966哈，1966，好，冲起来来，哦，请李秋霞先生，就阿峰今仔讲啊，今日桂兰亲讲，有去诊哈，用的按讲。老三哥来讲，你属于三太条最难创的，你啊去要帮助，但是人有冇就唔要讲哎，切对而来创，唔要按啦，所以还有你气非常重要，我感觉桂兰你人之水淡，唔讲你讲有年纪嘛，冇创按高音，你能够讲个只音来创哈。人腳會很軟，很好彈。三太條就會水那個用詞來作潤哈。你是做到潤的，人腳做得強了，彈嘢就會舒爽哈。感覺佢比創嘅就比較就冇往上按嗬，因為嘛可能要係高音到嘅啦哦。創嚟後邊有開發，你去就約下來省力啦。冇往上按，冇見邊能夠拿到10過分哈。所以就會記得啦哈，所以你在你的歌詞裡邊，你請這個音最高音，你咪嘅素材有幾多隻？你當到這個咪的音嘅時，你就要講起來唱。好，
我哋要非常重要啊！哈，所以本集建議啦，哈，加油！好，先生，好嘞，有請嘅千個歡迎嚟天九字，聽我嚟看本書。好。我看本書之前咧，先跟念墨記，說一聲再見哈，好不好？哈，看100張累了，下次有機會再來。好，等你哈，謝謝。嘿，等來哈，好，我來看一下哈。好，看一下楊桂蘭嘅本書。看到仙人總是台灣。我退得了。兩位主持人哈。哎，謝先生。哎呦呦。好，我來看一下哈。好，看一下楊桂蘭嘅本書。子聲。哎呀，就恭喜桂蘭姐。連續3禮拜3關的吼，恭喜！明年再報名。來搶籌，連續3禮拜避免。老年音樂會。特別喺啲節目當中啊，有請到一位來賓，應該算係客家嘅哈，非常資深嘅一位太師啊。哦，親自稱呢，從客家山歌有從40年呢，40年，教學都有20年呢，獨體都有幾個歌謠班。哎呦，真係啊！開青島歌謠班，教青島嘅學生，桃李滿天下。真係對你客家文化推廣傳承，請用心。貢獻你嘅線數咩？只演唱幾個歌？對，好，來，哎，好誒，先等佢唱一條歌誒，等下好好地訪問下嚟啊！來歡迎一位仙人總先生。
仙人掌欣赏好。看到仙人掌欣赏。我开灯了。两位主持人哎，谢欣赏好。哎呦哟，又猜出分养的安尼。仙人掌，这个时候英文发音不要那么标准，不要那么准。落雪的雪，落雪的雪，落雪的雪，仙人掌。每个英文骂人的，每个写的。查清楚，拜托一下。哎呀，开始有一种用很多的油腔都很准啊，那节目啊，很好玩。研究无来就来。哦，你本大家看看啊，因为大家懂相。看两个主持人看看啊。还有拍摄哦。大家懂相，讲真的，人个表跟那唱歌嘅表现的方式，讲真的冇人有。而目前方言看下伊，真的冇。客家嘅风格，很特殊，太特殊了。真的，落嚟。冇，我一表真的落。但是唱歌嘅嗓音唔會嘅韻味頭，見嚟見好吼，很厲害呢，好有特色。菜加了來湯你唱一來唱馬你要出加鼻音，莫加鼻音。哦，不要加鼻音。你青島鼻音嘅先生。菜加了，菜加了。我冇講呀，我冇講呀。菜加了，我按你啊，就正常啦。哦，哎呦，好到咯。菜加了，來食。佢9點呢？9點，我出聲。哦。菜加了，來好難見啊！正常。愛豬羅那，愛豬了來親啊！高一記，先什麼搞件，先什麼搞件。本件全家重要，哎，呢條啊啲時代跟帶下見衝。我真的可以慢慢學薛老師的那個味道。你聲這很特別，我貼片，咩黑啦，唱山歌，我咩唱流行歌按好聽啦。哦，真的吼，我哋吞好。那雨天咧，差唔多個聲音高大音都做得啦，哦，跟音樂雨天落誒，但是遇到個老歸老，我跟你講，嚯，個現場還是很恐怖，就像安尼仙人掌先。哎，謝先生。哎呀，那個啲安尼客家嘅貢獻40年，係啊。很表演咯，你看我來幾多年聽聽啊，彈過幾版我就記得，欣賞嘅聲音，正經，我公司採訪啊。對，係啊。哎，但是安兩個做到記真的，對謝老師較排斥啦，因為雙拜老師有來自真人一度，可以跳幾條歌嘅。哦，幾條歌。上年唔記得咯。有，等我就上咗盡，等咬唔過嚟，佢叫我咬唔過嚟。山歌。你嘅山歌哦，做唔得，對吧？都無上迄本嘅魏老師哈，魏先生留嘅李秋霞後阿姨啊，冇下面擺就係人哋嘅開創作睇自家張開始看節目咧。不過先生除咗講山歌之外，還自家創作客家流行歌。有冇？誒，將家嘅數唔上幾人難都係自家。錯嘅啦，沙羅嘅演唱，沙羅嘅演唱，哦，演唱自家創作嘅，所以你都要有創作多條流行歌曲，30條，30條，電唱機底背都有嘅，哦，佢做得出3張專輯嘅呢，係啊，30首啦，30條咩程度咧？雙發嘅啦，難怪安尼節目特別按多人唱謝老師嘅歌嘅，係真嘅吼，多創作啊，阿妹嘅松樹啦。天真舞台啦，潮市啦，重溫往以前啦，將佢技術喺度比賽，要啦，阿妹嘅松樹最多啦，阿妹松樹青島，個人生舞台，有2條歌真係安尼節目，家有演唱，是應該是必須排行榜前10名嘅歌曲，應該有啦，必須。先生做的演唱一些團嘅嘛，人生舞台。做得嘛？有做得。人生舞台，人生舞台哦，嗰時，嗰時，王一圭寫啊，王一圭寫，我董事長，雙發嘅董事長，雙發嘅董事長，佢嗰時寫，人生舞台戲難演，
因缘一路口之间，脚步踏稳土里上，那一步一步莫行偏，台上人戏啊3分钟，台下学习3年功。哦，对，台上10分钟，台下。俺个古时候，对吧？一步登天哦，必虚空。对，我用国子奈草啊，不是，很像那个莫生气那种，天师文那种。身无台戏难言。你听到西安国语没有？哎，你欣赏太猛了，慢镜头。老师来，音乐来。你身无台戏难言，一路靠自己，脚步踏稳土里上，一步一步莫行偏偏哦偏，还会有点转移那个是在讲偏啊。哦，航路偏的偏移哦，一步一步莫行偏，哦，偏掉了哦，莫偏掉了。哦，那真的就会找诗啊。嘿，中国人那个叫诗韵呐。莫行偏，偏都某意思。莫行偏哦。爱做熬到死诶，杀了再带了一条流行歌诶，唔听创作。跳下讲迄个条歌诶，唔上奇啊难，唔上奇啊难，我冇来听歌啦，跳下来轻松咯。相依初恋的情，记恨爱了一生，最难忘的人。人人的风，人人的雨。爱想起人人的情，不想起也难，想起也痛苦。爱上你，爱上你，甘是爱的错。相依初恋的情，记恨爱了一生，最难忘的人。人人的风，人人的雨。是爱想起人人的情，不想起也难，想起也痛苦。爱上你，爱上你，甘是爱的错。谢谢。有韩国的腔用，腔安好堂啊，哎呀，没懂有特色哈，唔敢骗。冇啦，真的，就这些米头猪豚，它搞的猛用，有独特的味道啊。没错，对。
哎呀，在新山呢搞过很多歌谣朋友，拄到乜个印象较深刻的事情啊。20年的哎呀，又搞到乜个较怪人无的。内湖班啊，吼，内湖，特别内湖班啊。内湖班。一个刘继玉。哦，刘继玉，有来过安尼节目啊，比赛，个空中少爷啊。嘿嘿嘿。佢都两打20冠。对。哦，跟很久以前了吼。跟当时20冠的是这个参加流行歌曲组比赛。佢青运镇。所有搞很多班哦，20班哦。忙是度过。佢上課佢哋前15分鐘、20分鐘出來，都好教。當我教堂哦，佢都我想鄉下好嘅，佢都講漢語堂，我哋嚟俾創乜嘅歌嘅，創人哋舞台啊，唔像其他人啊，佢都講係成創，佢成創，創佢做佢創本係彈，我哋佢都寫喺度，用佢嘅拗嘅出嚟比賽。啊，佢最認真、最做落，就劉記。講到內湖辦嘅，嗰陣時我媽媽有個好朋友，每天日嘅辦喪課。哦，真的哦。哦，佢喪完課，佢下擺我同我媽媽聊天嘛。係啊，我就同佢講狀詞。薛老師，我教你，比如哦，從我比如鬧洋洋，哦，係啊。喜洋洋，因為我唱到喜洋洋，哦，洋洋，洋當洋，喜洋洋來洋啦，喜洋洋來洋，洋啊，那叫我那洋，洋唔錯哦。那邊洋，身體那邊洋，係洋，唔係洋，唔係洋，老師當過里長還做里長哦。對呀。哇塞，調解里民的事務。做里長，我做做3屆哦，80年做到92年。3屆哦，19年。做12年。我請教下，3屆啊，挖到幾多錢？賺到幾多錢？里長呢有賺乜錢？里長啊，無驗數。工廠啊，無驗數嘅，決定唔會本錢啦。唔做到報那邊要做乜，那邊要做乜嘅嗬，無驗數嘅權利，對嘛？里長拿唔到錢啦，個貪污啦，做乜嘅？里長冇嘅貪污，冇。我曾經頭擺搶冇錢哦，而家里長搶有薪水。他不是薪水，他叫事務費。事務費。做個人繳錢啦。一張嘢？真係都15000，不要4萬5。對啊，呀4萬的呀。5萬，係啦。啊，你做嘅時間真繳錢哦。做4年啦，嘛係繳錢嘅。哎呦，啊，你真係熱心誒！真係。做12年。繳錢啊，其他部分冇其他嘅補貼哦，沒有一些。做後台，剛做後台啊，做名聲啊，哎，村長，哦，里長，村長伯。李總辦哦，有乜事情咯？本無限，唔係嘅事情咩限？哦，真的哦。對呀，兩公無想炒嘅啦。哦，應該。茶貨啦。茶貨。大旗自己馬炮嘅，大師傅嘅比較多嗬。我搞報先李總。炸賭的沒有錢。點啊？搞報咩錢李總？哦。冇計攞住呀，錢意。我嘅攞推表講嘅，叫做村長做李總嗬，點啊？真多事情，你用公部上炒的哈，對吧？用公部上炒的哈，你就按部就按掉的樣去，9點半啊、10點、11點樣去，我起冇下你樣多，對吧？你冇記到嘅叫乜嘢講乜嘢講乜嘢兩三講，你冇講乜嘢唔錯。講得差唔多人都講，好按愛啲兩三好水木咧，其實都聽講就好啊啦。用公部啊，上炒嘅，你嚟講個按樣嘢唔錯。哦，講嘅本樣唔錯，人都講錯。快嚟肯白嘅嘅啊，我背都講嘢廢話，唔會條票換。文言，錢鬧，錢鬧。哦，錢有之非呢。其實講莫講下啱掉。係送一推嘅李總同講嘅。送一推落推表。可能佢處理得多嘅啦，所以經驗談啊。兩公部去處理嘅，就按掉樣去。有道理呢，有道理呢。佢都講埋。以後哈，做個清官就好，不要斷家務事。真的。好啦，那謝老師今日係一場有唱到好朋友的，同佢合唱啊。杜一林老師。哦，杜一林先生。從難分難捨。難分難捨。也係日嘅歌誒。
你也唔免去望伊几个歌嘅。哦，像用嘅调教嘅歌嘅。调教嘅歌，爽法嘅歌。爽法嘅动词中嘅歌嘅。对，向下嚟选手。来弹一条歌嘅吼。真创再见，送片凉天边。一句珍重再见，离别在眼前。两人相依又相见。花万花前，两人相依又相见，记记恢复中年。怕路途有几远，真情永远不变。世间有几久，真心永远相连。离别在眼前，心连心处相牵。离别在眼前。难洒苦擦面，怕路途有几远，真情永远不变。怕世间有几久，真心永远相连。心属相牵，离别在眼前，难分难洒苦缠绵。哎哇，梁美先生哇，威廉先生好，第百主持人哈，第百见面吗？第百见面吧。海选的时候有，海选有读过哈，有。海选有一种评审的呀。刚开始的时候，张奎是嘟嘟你帮你也是哦，真的哦，你个边讲哎，广播爱听是开发。杜老师咩动字怎么欣赏？哎呀，拍谁？应该同谢老师有咩差不多3-4年有嘛？哦，冇，安尼谢老师在双矮个前辈。哦，前辈哦，前兄弟后辈，上7-8年的啦。哦，差不多32年有没有？冇，安尼谢老师。40几年嘛，我差不多20几年，27年。然后车过期，车过期的。不是，差不多是没，谢老师很矮个欣赏，很矮个欣赏，空气的，对，是我的老师，李秋华先生，空气的哦，也做纯雅批的啊，你送一批赖比下先生、齐木真先生，全部周贤的啦，周贤的，哦，也是雅批的吼，这个坐镇。对，带点哎呀的顶天柱的个片，对啊，客家的字体啊呢，都发扬安尼客家文化。哦，土星上面从20-20年出来，有20几年了，我教就20几年了，对。啊，两边用那我差哦，安尼个薛老师哈，他
矮浅批美，但是他真的不吝啬带我们这些后辈的，真的，他非常非常的愿意，非常非常慷慨，他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就是对你不要看他这样酷酷的，面恶心善，面恶心善，对，他很酷，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也係講對講什麼也較好。係冇笑啊，冇講法啊。清點一點。哦，好啦，今日真的當翻譯做在駐油腔的仙人掌先生嚟咱的節目當中，希望以後多機會啦哈，多時間，就來咱節目創國本大家談安尼吼。好，怎麼？係啊，所以也係要做理做冇？冇啦，冇咧吼，有限咧吼。退休誒，創山歌創到聽無限咧。出報創山歌，發揚客家文化。我每人吼，第一劉曾貴英老師哦，第一兩千三去每人表演。哇！還要做禮狀，要出，對嘛？做正戲，個做流行歌，對嘛？佢就講誒，個仙人掌，個禮狀出報創山歌，收檔50票，冇東西，提示人嘛。哦，所以有一種話傳出來。係啦，佢冇幫我講啊，就講個仙人掌哦，出報創山歌。還冇黑你咧？冇做事情就錯啦。做事情很多。聽你睇到。哦。哎呦，咁樣是聽你睇到，睇到本錢意啊，人家自家出錢意啊。自家出錢意。他家去個媒人了，春沙。能了能去做交流啊！安部頭表演。哦，五地前加千元。哎呦哎呦！其中加三個，演唱係三個。哦，睇了乜嘅冇多，年輕多。年輕多。係啊。佢演唱嘅時節，真有心情哦。我知道講真咧，就謝先生啊，你開講嘅精神氣哦。我了解到當多嘅資訊啦，哈。沒有，他身上很多真的寶很多。加來，讓我們挖掘。因為半點鐘嘅時間，講真咧，開講冇乜嘅好講啊，對冇？揸來，OK。本他個較了解到安尼謝先生吼，多嘅時間。好，今日安尼節目告一段落啦，哈。好唱歌嘅朋友，夾夾來報名哈。夾夾打電話來，096667人等待即刻打電話。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因為呢，哈，也謝謝老師，還有杜老師，謝謝鍾先生、威廉先生，謝謝，歡迎大家來聊哈。好，是夢小天老師，還有羅俊先生，辛苦嘞，謝謝。是夢影片創嘅工作人員，辛苦嘞，安子生。好，下禮拜我們記得一定要支持時間呢，農業大擂台。